呢個世界上面有種苦，唔係窮，唔係病，而係你辛辛苦苦湊大咗個仔女，到頭嚟佢連一句多謝都冇講過，你委屈，你心寒，你覺得自己白辛苦。但係我今日要同你講一句好殘忍嘅真話，好多時候仔女變得冷漠，唔係因為佢無心，而係因為你嘅愛太重咗。湊大仔女呢件事，好多人以為係一場付出，其實係一場修行。修咩？修嗰顆想要回報嘅心。你可能覺得奇怪，我養大佢，供書教學，挨生挨死，想佢孝順翻嚟，有咩錯？冇錯，人之常情，完全可以理解。但係你有冇發覺，越係執着呢個念頭嘅老人家，晚年越係過得唔開心，越係將你欠我掛喺嘴邊嘅父母，仔女越是走得遠。呢個唔係巧合，呢個係天道。道德經入面有一句講得好清楚，生而不有，為而不恃，功成而弗居。意思就係話，天地生養萬物，從來唔覺得萬物欠咗佢。太陽每日照落嚟，佢有冇問過你攞一分錢？雨水落喺田入面，佢有冇話你要還翻俾我？冇。天地養人，從來唔講條件，而父母養仔女本來亦都應該係咁嘅。你一定會話，我又唔係天地，我係一個有血有肉嘅人，我會攰，我會老，我當然需要仔女照顧。冇錯，呢個要求完全合理，但問題唔係出喺你嘅需要上面，而係出喺你表達嘅方式上面。你有冇講過以下呢啲說話？我一世人辛苦，全部都係為咗你。如果唔係我當年節衣縮食，你邊有今日？你而家翅膀硬咗，唔記得阿媽咯。我養你咁大，你就係咁樣對我嘅。呢啲說話每一句都係真心話，但每一句講出口都好似一把刀插喺仔女嘅心度。你以為自己喺度表達緊愛，其實仔女聽到嘅唔係愛，係壓念。你以為自己喺度提醒緊佢知恩圖報，其實佢感受到嘅唔係恩情，係債務。愛一旦變成咗債，就變咗美。你諗下，如果有個朋友成日對你講，當年我幫過你噶，你記唔記得啊？你會點？第一次你會感激，第二次你會不安，第三次你開始想避開佢。點解？因為冇人中意做一世嘅債仔，仔女亦都一樣。佢哋對你嘅愛本身係自然嘅，發自內心嘅。但當你不斷用恩情去提醒佢，嗰份自然嘅愛就會慢慢被壓力取代。佢唔係唔想孝順你，係佢覺得點做都還唔清，還唔清就索性唔還。於是佢開始疏遠，開始冷淡，開始避開你嘅電話。你覺得佢無情，其實係你嘅期待太重，壓斷咗嗰條親情嘅線。易經入面講過一句話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。呢句說話好多人都識讀，但好少人真正明白佢嘅心意。佢嘅意思唔單止係叫你努力做嘢，更加係話一個人嘅底氣要由自己嘅內在嚟，唔好依賴外面嘅人同物。天嘅運行，日日不息佢，唔需要任何人嘅掌聲，亦都唔需要任何人嘅回報。天就係做好自己嘅本分，行好自己嘅道。做父母亦都一樣。你湊大仔女唔係一筆交易，你唔係喺度投資等緊收成，你係喺度行一條修行嘅路。而呢條路嘅終點唔係仔女嘅回報，而係你自己嘅安心。咩叫安心？就係有一日你瞓喺床度，回顧自己一生，覺得我盡咗力，我對得住自己嘅良心。至於仔女點樣對我，嗰個係佢哋嘅功課，唔係我嘅執着。你可能會話，講就容易，做就難，冇錯，所以先至叫修行嘛。如果容易做到嘅，
嗰個就唔叫修行，嗰個叫習慣。修行嘅意思就係逆住你嘅本能，做一啲令你唔舒服但係正確嘅事，而戒甩要回報。呢個私心正正就係做父母最難，但亦都係最重要嘅一課修行。我見過好多老人家一世人勤勤懇懇，心地善良，對仔女掏心掏肺，但係去到晚年，佢哋同仔女嘅關係卻好似陌生人咁。點解？因為佢哋一世都喺度做呢件事，俾然後等收，俾得越多，期望越大，期望越大，失望越深，失望越深，怨氣越重，怨氣一重，仔女就感受到嗰股壓力，開始退縮。呢個就變成呢個惡性循環，越愛越遠，越付出越心寒。道德經有句話：上善若水，水善利萬物而不爭。水嘅本性就係向下流，佢唔會爭住要去高處，佢灌溉農田，佢沖刷大地，佢滋養萬物，但佢從來唔問人攞任何嘢，佢甚至唔需要你記得佢。水做完自己嘅事就繼續向前流。做父母嘅愛最高嘅境界就係好似水咁，你俾咗你就放低，唔好回頭數，唔好記住自己付出咗幾多，因為一旦你開始數，你嘅心就唔再係愛，而係一本賬簿。賬簿一開，親情就冷咗。你可能會問，咁我就乜都唔理又得，仔女去唔使管，唔係嗰個意思。放低要回報嘅心，唔等於放棄做父母嘅責任。放低嘅係你嗰個佢應該點樣對我嘅執念，唔係你嗰份愛。愛繼續俾，但唔附帶條件。關心繼續有，但唔夾帶怨氣。呢個分別好細微，但係效果差天共地。你諗下，一碗湯端到仔女面前，如果你笑住話凍親就飲多啲，佢會覺得溫暖。但如果你板住塊面話，我煲咗成日嘅湯，你次次都唔記得翻嚟飲，嗰碗湯嘅味道就變咗湯，仲係嗰碗湯，但心情已經唔同。呢個就係有條件嘅愛同無條件嘅愛嘅分別。中庸入面講過，喜怒哀樂之未發，謂之中；發而皆中節，謂之和。呢句話嘅意思，簡單嚟講，就係一個人嘅情緒要有分寸。你可以開心，可以憤怒，可以失望，但每一種情緒表達出嚟嘅時候都要有節制。節制唔係壓抑，係懂得喺適當嘅時候用適當嘅方式去表達。做父母對仔女嘅感情亦都一樣，你嘅愛如果冇節制，就會變成控制；你嘅關心如果冇分寸，就會變成負擔；你嘅期待如果冇邊界，就會變成怨恨。好多老人家成日話，我唔求佢哋幾好，但至少記得打個電話嚟問下啦。呢句話表面好卑微，好合理，但你仔細聽，入面有一粒好細嘅種子，叫做應該。佢應該記得我，佢應該打電話嚟，佢應該關心我。呢個應該就係執着嘅根。你話仔女應該孝順，呢個從道義上嚟講完全冇錯，但問題係，當你將心思放喺佢應該點做上面嘅時候，你嘅快樂就完全取決於另一個人嘅行為。佢做到你就開心，佢做唔到你就失落。你嘅情緒被佢控制住，你嘅心永遠懸喺半空。呢種日子邊度會有安樂？所以修行嘅第一步就係學識將佢應該變成佢自會。你做好你嘅部分，剩低嘅交俾天。你信唔信？當你放低咗期待嘅時候，仔女反而會自然咁翻嚟親近你。因為人心好奇怪，你越拉佢就越想走，你放手佢反而會回頭。呢個唔係心理學嘅技巧，呢個係天道嘅規律。易經入面有一個卦叫做太卦，上面係地，下面係天。你會覺得奇怪，天唔係應該喺上面，
地喺下面嘅咩？點解調轉咗反而叫太？因為天氣向下走，地氣向上升，兩者交匯，萬物先至能夠生長通達。呢個就係話俾你聽，放低姿態反而先至係通達嘅道。你做父母，如果永遠企喺高處，用恩情去俯視仔女，嗰個氣就交唔到一齊。你放低身段，用平等嘅心去對待佢哋，嗰種氣場先至會和順，關係先至會通暢。講到呢度，我想講一個真實嘅事。有一位退休咗嘅阿伯，一世人做裝修工人，兩隻手做到甩皮甩骨，供大兩個仔一個女。大仔做咗會計，細仔開咗間鋪頭，個女嫁咗去外國。照道理講，佢晚年應該享福，但偏偏佢係最孤獨嗰個。點解？因為佢成日講一句話：呢間屋係我一磚一瓦起翻嚟嘅，你哋有今日全部拜我所賜。起初仔女聽完都覺得慚愧，會答應多啲翻嚟探佢，但日子耐咗，呢句話變成咗口頭禪，每次見面第一句就係提當年。大仔後嚟每次翻嚟探佢，坐唔夠半個鐘就想走，因為佢知道接落嚟一定係嗰一番話。細仔更加索性打個電話就算。個女喺外國一年得一次電話。阿伯越嚟越憤怒，喺街坊面前話仔女無良心，街坊都同情佢，但其實冇人知道佢嘅仔女唔係無心。大仔每個月有轉賬俾佢，細仔逢年過節都有寄嘢翻嚟。佢哋唔係唔愛阿伯，係承受唔住嗰份愛嘅重量。後嚟阿伯病咗，入咗醫院，護士話呢幾日冇人嚟探過佢。佢喺病床上面望住天花板，終於安靜落嚟。出院之後，街坊話佢好似變咗一個人，佢唔再提當年嘅辛苦，唔再數仔女嘅，唔係，佢開始每日去公園行下，同其他老人家傾下偈，笑容慢慢多咗。奇怪嘅事發生咗，半年之後，大仔開始帶住孫翻嚟食飯，細仔每個星期打電話嚟，仲問阿爸想食咩。個女暑假專登飛翻嚟陪咗佢2個禮拜。阿伯同街坊講，佢話我以前成日怪佢哋唔翻嚟，原來係我自己嘅氣場趕走咗佢哋，我放低咗嗰個心，佢哋自然就翻嚟咗。呢個就係修行嘅力量。你可能會話嗰個係個別例子，但你留意下身邊嗰啲晚年過得安樂嘅老人家，佢哋有個共通點，唔計較，唔係佢哋嘅仔女特別孝順，而係佢哋嘅心特別寬。佢哋唔會成日提恩情，唔會成日比較邊個仔女做得好啲，唔會成日用委屈嘅語氣講。佢哋嘅心好似一面平靜嘅湖，仔女自然願意靠近。大學入面講過一句，修身而後齊家。修身係齊家嘅根本。你想屋企和睦，唔係去改變仔女，而係先改變自己。改變咩？改變你嗰顆想要回報嘅心。你要明白呢個道理，你養大仔女呢件事本身就已經係你嘅福報，唔係仔女欠咗你，而係上天俾咗你呢個機會去做父母。呢個身份本身就係一種恩賜。你有冇見過有啲人一世都生唔到仔女？佢哋有幾渴望擁有你所擁有嘅嘢，所以你能夠做父母已經係天嘅恩典，仲要再向仔女攞回報，就係貪咗。道德經入面講，知足者富，強行者有志。識得知足嘅人先至係真正富有嘅人。你如果識得感恩自己能夠做父母，而唔係執着於仔女嘅回報，你嘅心就會富足。心富足嘅人面上自然有光，氣場自然溫暖面。仔女見到你過得好，佢哋先至會安心，先至會願意親近你。有好多老人家唔明白一件事，仔女最怕嘅唔係你窮，唔係你病，而係你成日唔開心。
因為你嘅唔開心會變成佢哋嘅內疚，內疚積得多就變成逃避，佢哋逃嘅唔係你，係嗰份沉重嘅感覺。所以你想仔女多啲親近你，最有效嘅方法唔係打電話催佢，唔係喺親戚面前數佢嘅，唔係，而係自己過好自己嘅生活。你過得精彩，佢哋自然想翻嚟睇你。你過得開心，佢哋就冇內疚嘅壓力。呢個聽落好似好冷漠，但其實係最溫暖嘅愛，因為你喺度話俾佢哋聽，你唔使擔心我自己搞得掂。你有你嘅生活，我有我嘅精彩。你有空就翻嚟坐，冇空就唔使勉強。呢種自在先至係真正嘅大喜。你可能覺得我做咗一世嘢，老咗就應該俾仔女養，呢個有咩問題？冇問題。但你留意下，嗰啲晚年過得最安樂嘅老人家，佢哋唔係等緊仔女嚟養，而係自己活出一種尊嚴。佢哋可能身體唔係最好，銀行戶口唔係最多，但佢哋有一種氣質，就係唔依賴任何人都可以過得好好。呢種氣質，仔女睇喺眼入面，心入面係敬佩嘅。佢哋唔係因為義務先翻嚟探你，而係因為真心想親近你。呢個分別好大好大。你諗下，一個老人家如果成日話我老咗冇用咗，全靠你哋咯。仔女聽完會有咩感覺？第一反應係愧疚，第二反應係壓力，第三反應係想逃。但如果一個老人家笑住話我而家幾好呀，每日去飲茶行公園，身體仲幾精神，仔女聽完反而會放心，仲會主動話阿爸阿媽得閒我帶你去邊度玩下。你睇，你越唔需要佢哋，佢哋越想親近你，你越依賴佢哋，佢哋越想遠離你。呢個道理好簡單，但好多老人家就係諗唔通。易經入面又有一句講得好，地勢坤，君子以厚德載物。大地嘅品德係承載，佢承載咗山川河流、草木人畜，但佢從來唔覺得自己偉大。佢唔會話你哋全部都企喺我身上，你哋欠我。大地就係靜靜咁承載，默默咁付出。做父母嘅最高境界就係學大地嘅德行，承載而不求回報，付出而不居功。你可能會話，但係有啲仔女真係好過分，老豆老母病咗都唔理，呢啲點算？冇錯，呢個世界上面確實有忘恩負義嘅人，但你要分清楚，你嘅修行係你嘅事，佢嘅修行係佢嘅事。佢做唔做到孝順，嗰個係佢嘅功課，佢將來自然要面對佢嘅因果。但你做唔做到放下，嗰個係你嘅功課。你管唔到佢嘅心，但你管得到自己嘅心，呢個就係修行嘅核心。你只能修自己，唔能修別人。中庸入面講，君子素其為而行，不願乎其外。意思係一個有修養嘅人，做好自己本分嘅嘢就夠，唔好成日諗住自己控制範圍以外嘅事。仔女孝唔孝順，你控制唔到，但你自己嘅心平唔平靜，你完全可以做主。講到呢度，你可能開始明白點解話湊大仔女係一場修行，因為呢個過程入面你要學嘅嘢實在太多，學放手，學沉默，學唔計較，學自在，學由心入面揾到平安，而唔係由仔女嘅行為入面揾到安慰。呢啲嘢邊一樣容易？但正正因為唔容易先至有價值。再講深一層，好多老人家喺度犯一個錯誤，就係將自己嘅價值同仔女嘅態度掛鈎。仔女對我好，我就覺得自己一世冇白活；仔女對我差，我就覺得自己好失敗。呢種心態好危險，因為你將自己嘅價值完全交咗俾另一個人去定義。你一世人辛苦做嘢，供仔女讀書，
俾佢哋一個溫暖嘅屋企。呢啲付出本身就有價值，唔需要任何人嘅認證。你做嘅嘢係對嘅，呢個事實唔會因為仔女嘅態度而改變。就好似你種咗一棵樹，棵樹大咗，佢結嘅果，你食唔食得到，唔影響你種樹呢件事本身嘅意義。一個真正有智慧嘅老人家，唔會由仔女嘅行為去定義自己嘅人生，佢會由自己嘅內心去揾到安寧。佢知道我做咗我該做嘅，剩低嘅係天嘅安排。呢種心態，道德經叫做無為而無不為。你睇落好似乜都冇做，但其實你已經做咗最重要嘅事，放低咗執着，成全咗自己。再講一個好關鍵嘅問題，好多老人家忍唔住想問仔女，你愛唔愛我？呢個問題本身冇錯，但你問出嚟嘅時候其實已經輸咗。點解？因為愛呢樣嘢問出嚟嘅答案永遠唔夠。佢話愛你會疑心佢係口講，佢唔答你更加傷心。無論佢點回應，你嘅心都唔會真正滿足。因為你哋問嘅唔係佢愛唔愛我，你問嘅係我值唔值得被愛。呢個問題嘅答案唔係由仔女嚟俾你嘅，係由你自己嚟確認嘅。你要喺自己心入面建立一個確定，我呢一世人已經盡咗力，我值得被愛。無論仔女點做，呢個事實都唔會改變。當你心入面有咗呢個底氣嘅時候，你就唔再需要向外求認同。你嘅安全感嚟自內在，唔係嚟自外在。呢個就係修行嘅至高境界。好多人以為修行就係食齋念經，去廟裏拜神，唔係嘅。修行就喺日常生活入面，你每一次忍住唔講嗰句怨言，就係修行。你每一次見到仔女唔翻嚟食飯而冇發脾氣，就係修行。你每一次喺電話入面笑住同佢講，唔使擔心我好好，就係修行。呢啲細微嘅忍耐同放下，日積月累就會改變你嘅氣場，改變你嘅面相，改變你身邊嘅一切。道德經入面有一段好出名嘅話，天之道，利而不害，聖人之道，惠而不爭。天嘅道理係幫助萬物而唔傷害，聖人嘅做法係做嘢而唔爭功勞。做父母嘅道亦都一樣，你俾仔女嘅愛應該係利佢而唔害佢。咩害？用恩情去壓佢就係害，用期待去綁住佢就係害，用怨氣去傷佢就係害。你以為嗰啲係愛嘅表達，其實愛嘅變質。真正嘅愛係希望對方過得好，即使佢嘅好同你冇關係。呢個境界好高，但唔係做唔到。你只需要每日提醒自己一句，我俾咗就夠咗，剩低嘅交俾天。你諗下，一個農夫種田，佢犁地、播種、澆水、施肥，呢啲全部係佢嘅本分，但收成好唔好仲要睇天氣、睇雨水、睇蟲害。佢能夠控制嘅只係自己做嘅部分，結果唔係佢可以決定嘅。一個好嘅農夫唔會因為天旱就日日罵天，佢會調整自己嘅方法，然後繼續耕種。做父母亦都一樣，你種咗愛嘅種子，悉心澆灌咗幾十年，至於棵樹幾時開花結咩果，唔係你可以強求嘅。你要做嘅係信任呢棵樹自己嘅生命力。你越信任棵樹就越自在咁生長，你越緊張成日去拉佢嘅枝葉，反而會傷到佢嘅根。呢個道理推到極致，其實就係一個字：信。你信你嘅仔女係好嘅，佢哋自然會好。你懷疑佢哋唔孝順，佢哋就真係會遠離你。因為人嘅心好敏感，你嘅信任，佢感受到你嘅懷疑，佢亦都感受到信任係最好嘅肥料，懷疑係最毒嘅農藥。仲有一樣好重要嘅嘢要講，好多老人家犯嘅另一個錯誤，
就係將仔女嘅孝順當作同其他人炫耀嘅資本。我個仔好孝順，月月俾家用，我個女成日翻嚟睇我，呢種比較心態，表面上喺度讚仔女，實際上係喺度滿足自己嘅虛榮心。一旦仔女嘅表現唔符合你嘅標準，你就會覺得冇面，跟住就會怨。呢種心態嘅根源就係將親情變成咗面子工程。你唔係真正關心仔女愛唔愛你，你係關心別人點睇你。呢個係要回報嘅另一種變形。你唔只想仔女回報你嘅辛苦，仲想佢哋回報你一個體面嘅晚年形象。已經講過一句，謙謙君子，卑以自牧也。謙虛嘅人用低調嘅方式管理自己。你唔需要向任何人證明你嘅仔女幾孝順，你心入面知道佢哋愛你就夠咗。至於街坊親戚點睇，嗰個一啲都唔重要。放低面子先至可以攞到里子。講到呢度，我要特別提醒一樣嘢。好多老人家雖然嘴上話唔介意，但心入面仲係會暗中比較。睇到隔離陳太嘅仔日日接佢去飲茶，自己個仔一個月先翻嚟一次，心入面就唔舒服。睇到親戚嘅女婿又送呢樣又送嗰樣，自己嘅女婿連個電話都冇，心入面就酸。呢種比較表面上你冇講出嚟，但你嘅眉頭、你嘅嘆氣、你嘅語氣全部都出賣咗。你仔女唔係蠢嘅，佢哋全部感受到每一次比較都係喺度宣布你對佢哋唔滿意。呢個無聲嘅宣判比直接講出嚟仲傷人。道德經入面有一句話好適合呢個情況，天地不仁，以萬物為芻狗。好多人誤解呢句話，以為係話天地無情，其實唔係。佢嘅意思係天地對萬物一視同仁，唔偏心任何一方。天落雨嘅時候唔會話呢棵樹好所以多淋啲，嗰棵花唔好所以唔理佢。天對萬物都係平等嘅，做父母亦都應該學呢種胸襟，唔比較，唔偏心，唔用別人嘅仔女嘅標準去量到自己嘅仔女。每個人有每個人嘅緣分，每個家庭有每個家庭嘅節奏。你嘅仔女唔需要做到同隔籬嗰個一樣，佢哋只需要做佢哋自己，而你亦都只需要做好你自己。我再講嘅事俾你聽，有位住喺鄉下嘅老太太，成世人冇咩學識，唔識字，一世都喺田度做嘢。佢有4個仔女，2個喺城裏面打工，2個喺附近。佢從來唔打電話催仔女翻嚟，從來唔喺人前數落佢哋。有人問佢：你唔掛住仔女咩？佢笑住話：掛住係掛住嘅，但佢哋有佢哋嘅日子要過。我自己咁樣過日子，唔使俾佢哋擔心。呢個就係我做得到嘅最好嘅事。佢每日種菜、餵雞，同鄰居傾偈，日子過得簡單，但充實。過年嘅時候，4個仔女全部翻嚟，爭住幫佢煮飯、洗衫、收拾屋企。佢哋話：阿媽從來唔使我哋操心，所以每次翻嚟都好開心，冇壓力。你睇到冇？呢位老太太冇讀過道德經，冇學過易經，但佢做到咗。佢用最樸素嘅方式活出咗修行嘅真諦。愛你嘅仔女，但唔綁住佢哋，想念佢哋，但唔成為佢哋嘅負擔，過好自己嘅日子，讓仔女安心。呢個就係晚年幸福嘅最大底氣。你嘅底氣唔係嚟自仔女幾孝順，唔係嚟自銀行戶口有幾多錢，而係嚟自內心嗰份安定。你心安，命就順；你心亂，家就散。大學入面講，心正而後身修，身修而後家齊，一切由心開始。你嘅心如果充滿怨氣同期待，你嘅身體就會反映出嚟，面容憔悴，語氣尖刻，成個人散發住一股令人想遠離嘅氣場。
但如果你嘅心平靜而滿足，你嘅面上就會有光，你嘅言語就會溫和，仔女自然願意親近你。呢個唔係玄學，呢個係人之常情。你回想下自己細嘅時候，你中意親近邊種長輩？係嗰種成日念道理、批評你、用恩情壓你嘅，定係嗰種笑笑口、溫溫和和，從來唔使你有壓力嘅？答案好明顯，所以你想晚年過得好，唔使去學咩養生功法，唔使去信咩靈丹妙藥，你只需要做一件事，戒甩嗰顆要回報嘅心。呢顆心一戒甩，好多嘢都會跟住鬆開。你同仔女講嘢嘅語氣會變，因為你唔再帶住怨氣，你對生活嘅態度會變，因為你唔再覺得被虧欠，你嘅健康都會變。因為冤痴生奸，只左生皮而方下養生。中庸入面又會話講得好好，子中可天地為焉，萬物悅焉。當你嘅內心達到中和嘅狀態嘅時候，天地都會各安其位，萬物都會生長茂盛。同樣，當你嘅心達到平和嘅時候，你嘅家庭自然和睦，你嘅晚年自然安樂。你可能會話，但我已經講咗好多傷人嘅嘢，仔女已經同我疏遠咗，而家先改仲有冇用？有用，一定有用。人心係肉做嘅，只要你真心改變，仔女感受得到。你唔使同佢哋講我以前錯咗，你唔使刻意去道歉，你只需要由今日開始唔再講嗰啲帶怨氣嘅說話，唔再用恩情去壓佢哋。你嘅改變，佢哋嘅眼睇得到，心感受得到，可能唔係一朝一夕，但日子耐咗，嗰份溫暖會慢慢回嚟。因為親情呢樣嘢好似一棵樹嘅根，喺泥土入面好深好深，就算你喺上面澆咗好多苦水，只要你停止傾倒，重新灌溉清水同陽光，嗰棵樹仲係可以重新生長嘅。道德經最後一段有一句話講得好透徹，天之道，利而不害。天嘅道理就係做有益嘅事，而唔做有害嘅事。你如果將呢個道理用喺同仔女嘅關係上面，你就會明白，你要做嘅係利佢哋，而唔係害佢哋。俾愛但唔附帶條件，關心但唔及帶怨氣，支持但唔控制方向。呢個就係天道喺人間嘅實踐。最後我想講，人呢一世最難收嘅唔係財富，唔係地位，而係一顆心。心入面如果裝住執着同怨恨，再大嘅屋都住唔安寧。心入面如果有嘅係平和同感恩，即使一間小屋都可以住出天堂嘅味道。湊大仔女係你呢一生最偉大嘅事業，但呢個事業嘅成功標準唔係仔女幾有出息，唔係佢哋俾你幾多家用，而係你有冇喺呢個過程入面收到一顆安定嘅心。你有你就贏咗，贏嘅唔係面子，唔係攀比，而係你自己嘅晚年福氣。已經有一句總結性嘅話，積善之家必有餘慶。呢個善唔只係對外人嘅善，更加係對自己嘅善。你善待自己嘅心，唔好俾怨氣去腐蝕佢；你善待自己嘅嘴，唔好俾怨言去污染佢；你善待自己嘅身體，唔好俾焦慮去消耗佢。當你做到呢啲嘅時候，你嘅仔女自然會感受到一種力量。嗰種力量唔係嚟自你嘅言語，而係嚟自你嘅存在本身。你唔使講任何嘢，你嘅安詳就係對佢哋最好嘅教育。呢個就係修行嘅最終答案。你唔需要仔女嘅回報嚟證明你嘅價值。你嘅價值喺你決定做一個好父母嘅嗰一刻就已經成立咗。所以記住，戒甩嗰顆要回報嘅私心，唔係因為仔女唔值得你付出，而係因為你值得一個唔被執着束縛嘅晚年放低咗，你先至可以輕裝上路，心安咗，
福氣自然就嚟。道德經講：夫唯不爭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。你唔同仔女爭回報，天地反而會俾你最大嘅回報。一個平靜安樂嘅晚年，一顆無掛無礙嘅心，呢個先至係做父母最圓滿嘅結局。你知唔知一個人去到晚年，最珍貴嘅唔係健康，唔係財富，而係一份心境。呢份心境就係我呢一世過得值得，我唔欠任何人，亦都唔覺得任何人欠我。呢種心境一旦有咗，你行路都輕快啲，瞓覺都安穩啲，連面上嘅皺紋都好似帶住笑意。道德經講過：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。識得了解別人嘅人叫做聰明，但真正叻嘅人係識得了解自己。你了解自己嘅心入面有幾多執着，有幾多怨氣，有幾多佢應該點做嘅念頭。當你真正面對呢啲嘢嘅時候，修行先至真正開始。唔使去廟裏面燒香，唔使去聽咩大師開示，你只需要喺每一日嘅生活入面留意自己嘅心。當你想打電話俾仔女嘅時候，問下自己：我係因為掛住佢想同佢傾偈，定係因為佢幾日冇打嚟？我想確認佢仲記得我。前者係愛，後者係執着。當你想同親戚朋友講仔女嘅事嘅時候，問下自己：我係因為佢哋真係做得好想分享，定係因為我想俾人知道我嘅仔女幾孝順嚟滿足自己？前者係喜悅，後者係虛榮。呢種自我觀察嘅功夫就係最實際嘅修行。你唔使做到完美，世上冇完美嘅父母，你只需要每日進步一點點。今日少講咗一句怨言就係進步，今日忍住冇比較仔女同隔離嗰個就係進步。今日笑住同仔女講完電話而冇提當年嘅辛苦，就係進步。日積月累，你嘅氣場就會變，你嘅家運就會變，你嘅晚年就會變。願每一位做父母嘅人都能夠喺湊大仔女嘅呢場修行入面，收到一顆安心，收到一份從容，收到一個自在嘅晚年。唔求仔女記住你嘅恩，只求自己放得低嗰份執。咁樣一嚟，你嘅晚年唔止安樂，仲會因為放下而通達，因為通達而有福，因為有福而長壽。呢個先至係人生最後嘅圓滿。